刷到这位是一个真青春活泼的少年歌星吴淑敏，新生一代的歌手，伊真正有特色。无论要来唱的《少女怀春》，也是要来唱迄个初恋的滋味，也是较轻松快乐，拢真适合。也毋过，伊即个少年不知愁的年纪，若要来唱迄个较伤情的歌，到底有适合无？无适合？唱将就是唱将，无论是虾米歌，互伊来唱，拢有足好的表现。尤其迄个情绪呢，抓了真好。今仔日要来唱一首歌，叫做《心爱的》。若心爱的应该是热恋的时阵，毋是，是心爱的已经离开的时阵。若安尼，就属于较伤情、较哀怨的歌咯。伊的歌安尼轻松的较济，真少去听到吴淑敏唱这较悲伤的歌，无来甲听看觅。少年青春的花蕊，错误分手流珠泪，决心化切知不对，恋情已经无地对，心爱的已经离开，回想只有吐大气。少年毋知情可贵，才会情义来枉费。咱担唔通卡厚话，互吴淑敏来相会。伊担登红一蕊花，难得请伊来一回，来听吴淑敏伤情的歌曲《心爱的》。明明
线来予我变无我甲你报一个好康的，好康的。上早隔壁阿兄讲阿基介绍好厉害红狗爷。什么好厉害红狗爷？